他敢跟上帝耶稣称兄道弟，曾与地狱撒旦拜过把子。他就是驱魔人约翰·康斯坦丁。可即便是这样的人物，也会有恐惧的时候。面对邪恶的基因魔在附近徘徊，修女玛丽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。她果断选择牺牲扎康这个曾经的搭档，为他与怀中的孩子争取逃跑的最佳时间。枪声的回荡很快就引来了恶灵，在他的眼中，扎康比唐僧肉还要下凡。无奈之下，扎康只能与更强的恶魔签订契约。恶灵嗅到他孕育着更强大的魔气，马上逃离了这里。不过扎康这时按下葫芦浮起了瓢，他体内更强的魔气又该怎么办呢？如今大局已定，天使曼尼才缓慢现身。然而他并不是来帮忙的，反倒是来指责扎康的，指责他不能既受上帝的恩泽，又去求恶魔的庇护。说白了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你选择以恶制恶，明显没把上帝放在眼里啊！但扎康又何尝愿意得到这个结果？患难见真情，如今唯有查理担心他的安危。其实他并没有怨恨玛丽的意思，他叙述了刚才发生的惊悚过程，特意强调如果自己的身体被恶魔占据，务必让查理不要手软，果断杀了他。之后他还不忘给查理吃颗定心丸，称恶魔没那么快发动攻势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驱逐他。话音刚落，扎康就感受到打脸的滋味。上集提到泽德的身份非比寻常，他的背后还隐藏着更阴险的圣灵式字句。军团对他的灵视能力寄予厚望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他带回组织。押送的过程中，泽德突然开启了灵视，他看到玛丽关在笼子里不停地叩头赎罪，紧接着他逃出牢笼，五官流出鲜血。短短几秒钟，他便猜到扎康摊上事了，于是疯狂地用身体撞击着车尾门。押送者怕他逃走，便停下了车，准备再给打上一针让他老实点。而此时泽德将捆绑的双手绕回到胸前，等押送者开门，他便趁对方不注意突然冲出来，一击制服。逃离危险，他跟查理取得了联系，决定去墨西哥帮忙，恰好可以躲避十字军追踪的魔爪。暴走的扎康在陌生的环境中醒来，周围尽是残肢断臂，横尸遍野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警察就将他带走了。进入墨西哥监狱，他见到了英国领事，对方顾左右而言，他根本就没打算救他出去。知道官方靠不住，他便去找了狱中的百达通胡里奥，拿出从领事那里顺来的钱包，要求对方带他去狱中的教堂。谁成想之前被扎康杀死的人是黑帮分子，他们买通了胡里奥，特意引扎康入瓮，却不知他们已经走向通往地狱的夜路。经此一战，扎康彻底秒变这里的王者。查理与泽德会合后去找了玛丽，其实玛丽也事出无奈，当时为了救无辜的孩子，他只能放弃扎康。但他得知扎康还没死时，他愿意使用灵魂出窍寻找扎康的下落。随后查理与泽德准备混入监狱，由于墨西哥政权混乱，监狱制度松散，泽德装扮成付费女郎，很轻松地进入了监狱。至于查理嘛，他利用自身无限复活的能力，主动去挑衅看门的狱警，就这样他也微笑着混进了监狱。可此时的扎康已经难以压制体内的恶魔，所以驱魔仪式必须在监狱里进行。画面一转，神秘人会见了英国领事。神秘人是邪巫团的成员之一，而领事充其量就是邪巫团的狗腿子。没有了利用价值，神秘人用嘴测量他的头围，好方便他伪装成领事出入监狱。很快他便装扮成领事的模样坐车赶来。随着扎康他们仪式的进行，刚赶来的神秘人也被无数毒蛇包裹。如今警卫察觉出他的身份，也为时已晚。其实他是在创世纪中诱惑亚当偷吃禁果的伊甸园之蛇拉哈什，之后他被邪巫团释放，作为回报帮他们扫除一切绊脚石。如今他改变了主意，准备助恶魔一臂之力，让他占领扎康的身体。此刻恶魔受到感应，开始发起攻势。扎康命令玛丽拿起金刚杵杀了自己。唯一的金刚杵已经用过，没办法，驱魔仪式只能回到基地进行。虽然当地治安混乱，但要想离开这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情急中，玛丽牺牲色相，幻化出自己的另一个躯体，迷惑看守。你还别说，她算是把男人的弱点给琢磨透。劲爆的画面成功吸引了看守的注意，趁此机会，几人赶紧推着扎康上车。等发现被骗，他们早已经开车跑了。回到基地，恶魔就快要破体而出，他要求由玛丽来执行驱魔仪式。临开始前，玛丽叮嘱泽德和查理，一会不管扎康说什么，你们都不要信他。仪式正式开始，玛丽狂念驱魔咒语，恶魔产生排斥，拼命的反抗，而两者之间的对抗让扎康痛苦不堪。此时扎康突然恢复理智的呼唤玛丽，称这样对恶魔并没有用，他想到了更好的办法控制恶魔，让玛丽赶快解开他的绳子。现在玛丽也没法辨认出扎康的真假，只能继续催动咒语，管他有用没用了。咒语应该是有效，受到折磨的扎康都开启了嘴炮攻击，将每个人的伤口上反复撒盐。
彻底触动了几人的逆鳞。比如说玛丽是荡妇，遇到恶魔就去墨西哥做修女，说泽德跪着求她收留，其实就是为了躲避军团的追杀。轮到查理就骂得更狠了，说他就是个跟屁虫窝囊废，甚至连自己的宝贝女儿都保不住。不知他们是真的生气了，还是因为其他。三人情绪激动地加快了念咒的速度，最终扎康在挣扎中逐渐恢复理智，成功击退了恶魔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只有扎康阴沉着脸，因为他知道这只是黑暗崛起的冰山一角，将来的困难会不计其数。